橫琴口岸聯合一站式車道智能通關，自2026年5月7日起，符合資格嘅駕駛人員使用橫琴口岸聯合一站式車道時，可無需出示實體證件，僅需通過指紋與面相採集及比對，便可完成兩地邊檢查驗手續。聯合一站式車道智能通關適用以下4類駕駛人員：一、持有效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含非中國籍，且已完成內地自助過關登記嘅澳門居民；二、已完成內地及澳門嘅自助過關登記嘅香港永久性居民；三、持附有多次有效赴澳簽注往來港澳通行證，且喺申辦證件時已授權澳門具權限當局讀取其指紋資料嘅內地居民；四、持有效期為5年嘅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且已完成內地及澳門嘅自助過關登記嘅台灣地區居民。聯合一站式車道智能通關登記方式，符合資格嘅駕駛人員可直接喺橫琴口岸聯合一站式車道嘅人員信息採集一體機上進行登記。人員先按提示交驗通關證件，完成指紋同面相採集比對後，屏幕將顯示智能通關登記聲明，仔細閱讀聲明並點擊同意，登記流程即告完成。聯合一站式車道智能通關通關流程，完成登記嘅駕駛人員喺人員信息採集一體機前，無需出示實體證件，只需按提示進行指紋採集，再完成指紋及面相比對，便可完成澳琴兩地邊檢嘅查驗手續。請注意，如有語音提示證件調取失敗，請讀取證件。呢個時候，人員便需要使用實體證件進行查驗手續。特別提醒，智能通關服務雖然無需出示實體證件，仍需隨身帶備有效嘅實體通關證件，以便喺有需要時配合邊檢人員進行身份核查。聯合一站式車道智能通關係澳琴制度銜接、技術協同嘅良好實踐，亦係跨境治理嘅先行示範。未來澳琴兩地部門將繼續探索更多元、更便捷、更高效嘅通關模式，助力澳琴融合提速。